那当然啊，这台湾这个草帽啊，这个部分啊，这么当然嘛有贵甲俗的差别，是不是？当讲互咱知影讲，这其实，比如讲这顶买爱偌济钱？一定买爱1200块。这顶爱1200块，系，因啊，更有较贵的。你边仔迄顶爱2300块。哦，2300块。嘿。老师，就是这两个之间贵是贵伫倒位？贵伫伊的粗甲幼。你看你迄个1200块迄顶，是毋是纹路足粗的？啊，2300这顶纹路足幼的，对无？粗咧做足紧的，像这种的幼的，一顶爱做差不多3工左右。然后迄粗的差不多会使节省一半的时间，所以伊的价格落差。嘿，迄个变较紧。啊，这个边较学，因为这较扎实。工艺师拢会油较暗，吼啊，然后这个敢若类似，敢若铺面安尼有无？我就一支草甲地过，就是较稀的感觉就对啦，较粗。两个边安尼变化，边安尼花纹，价钱就差足济。嘿。对，呀，老师，我请教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，咱这个草啊，一开始变的时阵啊，拢是变安尼一个平面，啊是安怎变到一个无啊烫的一个形体出来？这平面的是做树底啊，还是做这个拿有无？吼，拿拢爱用这平面的平面落去做，草树嘛是。啊，咱这帽啊，吼，你看伊这帽啊底，拄开始先是圆的，有无？爱用圆的编织方法落去编，吼，这样子，安尼，吼，用这圆的编织方法落去编。啊，人啊，直直洗，敢若洗地球安尼直直洗。啊，然后吼，因为这草较少啊，你一定爱直直添草。互伊显较快咧，吼，就像这安尼，我有早一顶帽仔来吼，这已经做，这算是半成品啦。这已经无我讲做好啊，你看，这拄开始起底是安尼，吼，然后做起来哦，这就是帽仔，这帽仔底，吼，啊做到这来，无我讲已经做好啊，吼，啊然后阮就爱用这种的鞋仔架。帽仔架啦吼，甲放落去，啊然后就开始编。即摆我咧编，啥物你知无？帽仔盾、帽檐。帽仔盾。嘿，对，啊这拢用地理啊。一般阮即摆产品，除了人客以外，阮拢一定拢用地理啊。除了设计师啦，人客要求，我要爱地理啦，介绍较俗，地理介绍我较俗。嘿，因为你做较紧。啊地理介绍较贵。啊你做较学，嘿。啊，阮即马像看你高级的产品，阮拢用第一啊较济啦。拄迄有扣花，阮才用第一啦安尼。啊，即马这帽啊，吼，帽檐、帽仔盾，安尼一个直直做。啊，然后这两个看要创啊，你知无？这样子，绕，好，绕。啊，然后你要手要拿起来，拍起你这两个拇指这样子。嘿。这个鞋部呢，7、8十年啊。哦，7、8十年。然后这个也是啊，嘿，以前人拢安尼做，用安尼落去做。啊，即摆阮较现代化，因为阮配合阮家己也坐伫院仔咧看电视有无吼？阮就甲这帽仔架，甲做悬起来。做悬。嘿，安尼阮就足舒服的啊，就安尼做啊。啊，阮这是爱坐伫涂骹做，才会好做。坐伫房啊，安尼夹夹安尼做，嘿。啊，然后这坐咧较袂腰酸背痛，安尼做，嘿。我拢用甲学生啊讲，敢若你咧车碰洗共款。我只爱直直添针，吼，添安尼平，看我要偌宽，我爱头壳偌宽，啊，然后尾后就开始一直收，互伊落来，是不是要减少？互伊收尾了，安尼嘿，啊，就开始做，就变做一个讲，然后即嘛就做臀，安尼。啊，这嘛是第二啊啦，这顶才5纸尔，五纸边的。一寸5纸，拄迄个2300的是6行。6纸，嘿，就是老师你讲迄个纸是指讲一个跨度走几界的意思是，还是用几支草是啥物意思？一寸，一大寸吼，安尼用手甲伊量的时阵，看这呢1纸、2纸、3，这个宽度，伊的宽度。哦，原来。啊，其实老师佮讲一个意思就是，甲咱台湾的迄个刺绣共款，是做3条葱的5条葱的意思共款的，就是安尼啦。